城市祈禱中心21天禁食禱告，2026年1月19號，第一天。主題：求主吸引我更親近你。經文：你們親近神，神就必親近你們。雅各書4章8節。我是葡萄樹，你們是枝子。常在我裡面的，我也常在他裡面。這人就多結果子，因為離了我，你們就不能做什麼。約翰福音15章5節。你所揀選，使他親近你，住在你院中的，這人便為有福。我們必因你居所，你聖殿的美福知足了。詩篇65章4節。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意、盡力愛主你的神。馬可福音12章30節。訊息：我們要愛神，必須要親近神、認識神，而我們可以從神嘅名字裡面認識神嘅屬性。耶穌的名已經被天父升為至高，又賜給他超乎萬名之上的名，能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，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。腓立比書2章9至10節。他的名字擁有宇宙中最大嘅力量，包含住各樣豐盛奧秘同埋恩典，其中包括救贖、醫治、供應、保護、平安等等嘅力量。當我哋看輕或者不懂得奉耶穌基督嘅名禱告嘅時候，呢啲嘅恩典就不能進入我哋嘅生命。但當我哋帶着信心、尊敬去禱告嘅時候，我哋就會得到呢啲祝福，信心都會因為咁加增。而以下係神嘅名字中其中17個，係神嘅屬性。請用心讀神每一個嘅名字，也禱告神讓你嘅生命要得到每一個名字裏邊嘅恩典。你可以用嚟呼求神嘅17個好嘅名字： 1. 醫治者，馬拉基書4章2節。 2. 救贖者，以賽亞書59章20節。 3. 我的力量，詩篇43章2節。 4. 避難所，詩篇14章6節。 5. 朋友，馬太福音11章19節。 6. 永在的父，以賽亞書9章6節。 7. 中保，提摩太前書2章5至6節。 8. 生命的糧，約翰福音6章35節。 9. 永遠的光，以賽亞書60章20節。 10. 堅固台，詩篇61章3節。 11. 真理的聖靈，約翰福音16章13節。 12. 供應者，馬太福音6章31至33節。 13. 平安，約翰福音14章27節。 14. 盾牌，詩篇7章10節。 15. 幫助者，希伯來書13章。 16. 奇妙的策士，以賽亞書9章6節。 17. 磐石，詩篇18章2節。禱告。親愛天父，感謝你賜我力量進入21天禁食禱告，好使我嘅靈清潔，我嘅魂蘇醒，與你更親近。我渴望能與你建立親密與深厚嘅關係。求你引領我更認識你，
使我對天父沒存在任何嘅埋怨、錯誤嘅理解同隔閡，能夠讓天父無攔阻地引領我進入你俾我人生嘅計劃裏面。喺呢21天嘅禁食中，我邀請天父你進入我嘅內心，作出能夠更新轉化我生命嘅工作，攞走一切不屬神而又攔阻我進入神旨意嘅阻隔。當我內心有我無意識去抵擋你嘅安排嘅時候，求我嘅醫治者、救贖者、安慰者進入我嘅內心，作醫治釋放嘅工作，斬除一切心靈嘅雜草。天父，求你幫助我能夠建立穩定親近你同你靈修嘅時間，好使我常常連於你，也求你教導我能夠按真理嘅方式嚟禱告，使我禱告能生出美好嘅果效，生命得着真實嘅轉化同更新，建立與你真實親密嘅關係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禱告，阿門。而家我哋有啲安靜嘅時間，聆聽聖靈嘅聲音。